人有危難需要別人伸出援手，社會有危難需要人挺身而出。無論係咩場合，你總有機會見到呢一對手。呢對就係民安隊隊員嘅手。救急扶危，服務社會，就係民安隊嘅使命。民安處係保安局轄下嘅部門。民安處嘅工作係為民安隊志願人員提供行動部署、成人隊員同少年團員嘅專業培訓、行政同後勤支援，以及策劃公眾教育活動。民安處會統籌同帶領民安隊人員執行山嶺搜救同水災搶救、災害或者大型緊急事故相關嘅救援行動。民安隊係一隊由志願人士組成、有紀律嘅輔助應急部隊。喺整個訓練過程之中，我哋非常重視紀律，而步操同埋升旗就係其中一個重要嘅過程。透過嚴格嘅訓練，令到我哋隊員可以切身體會紀律、服從、協作同埋團隊精神嘅重要性。除咗紀律，我哋每位隊員都要接受嚴格嘅訓練，掌握各類型嘅拯救技術同埋器材嘅運用，務求喺各種緊急嘅情況或者惡劣嘅環境之下，都可以迅速執行救援任務。無論係天災定係緊急事故，民安隊都會出動執行應急服務。民安隊喺1952年成立，至今服務香港超過70年。由當初嘅民防單位發展成現今嘅多元化輔助組織，成人隊隊員達3000多名。每當有大型活動，民安隊就會到場負責人群管理，為政府同非政府組織提供服務。而每逢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民安隊都會為守護市民嘅生命及財產而努力。之前疫情爆發嘅時候，社會上面個個人心惶惶，又驚中招。萬一要進行社區隔離，就更加擔心啦。當時民安隊就係負責管理社區隔離設施嘅，用以人為本嘅策略，為入住嘅市民提供安全嘅隔離環境，為香港應對疫情打下支強心針。此外，每逢大時大節，民安隊都會派人協助主辦機構喺大型公眾活動幫手進行人群管理同埋維持秩序。雖然過節時冇得同屋企人一齊過，但係佢哋都冇怨言嘅，反而一直好支持我參加呢一份咁有意義嘅社會服務。作為新加入民安隊嘅隊員，雖然服務年資尚淺，但係我都已經出動過唔少嘅次數。當中最深刻嘅就係遇上大型緊急事故嘅時候，民安隊需要即時調派隊員去到指揮中心同埋區域行動基地當值，而我就係其中一員啦。以下係指揮中心嘅廣播：大型緊急事故撲滅山火任務，山嶺搜救1隊，九龍區域1隊，九龍區域2隊，上齊所有裝備，響車等候。廣播完畢。啱啱收到消防通知，要求我哋民安隊隊員12:20嘅時候，同現場嘅消防流動指揮車報到。好，所有同事注意，我哋所有嘅搶救隊伍立即出發。All station, this is zero。所有參加大帽山山頂雷達站山火救援隊伍，現在出發。Over。嗰一次，我親眼見證住大家用專業嘅知識同埋經驗為民服務，感覺真係好震撼，令我深深咁樣感受到同伴樂於助人、無私奉獻嘅精神。民安隊其中一個為市民所熟悉嘅重要隊伍就係山嶺搜救中隊，顧名思義就係負責山嶺搜救任務。由於隊員都要着住紅色制服，所以隊內都會叫我哋做紅衣飛虎。每逢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隊員都會喺民安隊總部同埋飛行服務隊總部當值。如果收到出勤指示，就要喺最短時間內應召出動，去到指揮中心擬定搜救計劃，去搜救山上面遇到意外或者迷途嘅市民。
而成個特遣部隊服務範圍甚廣，包括山嶺搜救、坍塌搜救、風災、水災、搶救等等。而緊急救援中隊會喺遇到重大緊急事故，例如風災過後、水浸或者山泥傾瀉意外，我哋就需要出動到場提供搜救嘅服務，拯救被困洪水或者山泥嘅市民。例如2018年嘅颱風山竹之後，我哋喺風災後嘅連續1個星期協助清理冧樹，嗰次係我第一次嘅社區復原服務。民安隊嘅團隊協作精神實在令我大開眼界，豐富咗我人生嘅閱歷。除咗緊急救援服務，民安隊亦會執行常規行動，其中3個行動單位就以區域劃分，分別係港島區域、九龍區域同新界區域。民安隊除咗會參與各區域嘅人群管理服務外，遇上颱風嗰陣，隊員亦會奉召返到總部或者區域行動基地準備執行巡邏同搜救行動。但其實除此之外，民安隊都會喺郊野公園同遠足徑巡邏，執行防止山火任務。如果遇到有需要幫助嘅市民，民安隊都會提供適切嘅協助。其實我都冇諗過識樂器都可以回饋社會㗎。民安隊樂隊入邊有唔同類型嘅樂器，可以俾隊員一展所長，有敲擊、銅管、木管等應有盡有。每逢民安隊嘅大型活動、結業會操、升旗禮等，都會見到民安隊樂隊嘅身影。而除咗基本服務以外，樂隊亦會獲邀去到唔同嘅場合進行表演，提升自己嘅實力，令更加多人認識到民安隊。而我最難忘嘅係喺民安隊音樂會中，我有幸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舞台呢個咁大型嘅場地上表演，呢啲都係我人生無可取替嘅寶貴回憶。以一雙手貢獻社會，一直都唔會受語言同文化嘅差異而受影響。我係一位律師，我係一個文職人員，我係一個老師，我係一個自由工作者，我係一個文職人員，我係一位教育工作者，我從事數碼營銷嘅工作。救急扶危，服務社會，從來唔只係民安隊嘅口號，更係民安隊嘅服務使命，對社會嘅承諾。守護香港，伸手同行，民安隊誠邀你加入。